大家好，我係曉運都嘅許姑娘。有好多扁平足嘅人士咧都會問我嘅喎，我買咗鞋墊啦，着唔緊㗎啦，因為我足部都仲係唔舒服嘅。其實鞋墊咧就好似個足部眼鏡咁樣，佢係需要一個好精準嘅驗配咧先至可以發揮最佳嘅功效嘅。如果你着緊個鞋墊都仲係覺得唔舒服，咁其實咧都會代表咧你嘅力學咧足底嘅力學咧已經咧有偏差啦。咁你單純就換過另外一個鞋墊咧，就未必解決到呢個問題嘅。咁我哋曉運都咧有一部咧英國品牌，咁啊叫做 PhotoTap，係一部咧足底壓力分析儀。佢可以咧從你嘅靜態啦、動態同埋你嘅站姿，用電腦咧作出一個好精密嘅計算，咁咧從而咧就可以分析翻咧你嘅足底壓力嘅分佈。咁你就可以咧更加清楚自己嘅情況，更加精準咁樣可以買一個啱你自己嘅鞋墊或者係健康鞋。你哋咧可以咧拎你哋用緊嘅鞋墊嚟曉運濤，咁我哋咧用呢部機咧幫你 check 一 check，咁你企喺你自己嘅鞋墊嗰度，跟住就一個實際嘅情況，其實究竟你企喺個鞋墊上邊，你嘅足底力學分佈喺現實生活中究竟係點樣嘅？咁樣許姑娘咧就會同你咧分析翻個報告，咁你清楚自己嘅壓力分佈，你就會識得揀啱你自己足部情況嘅鞋或者鞋墊啦。擁有18年經驗嘅許姑娘可以俾到方案大家。以後我哋可以行路嘅時候咧，我哋可以重拾翻一個輕鬆同埋一個舒適嘅步履。